好好躺着。小侄不才，学不会你那么高深的武功。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逼你太紧迫。是我不好，是我想的太多了，才会落到这个下场。你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着别的事，加上我逼你太紧，你才会走火入魔。这几天你先调养一下，等伤好了再说。这些天我也想通了，从前我有那么多女人，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一场空，最后还伤害了自己的儿女。唉，色即是空啊。你就好好休息，我出去看看。知道是你干的好事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干出这样的事？上次你带人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，现在捣乱我的婚事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你死，上次是你命大，让你逃了。我实在对你不薄，你非得要我死，你才甘心呢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自己要离开的，我并没有赶你走，你还回过头来恨我。我真不明白，你始乱终弃。当初我跟我娘亲和我姐决裂，就是为了跟你走。我以为我找到了这个世上最相爱的男人，我也以为我是你最后一个女人。可结果呢？怎么，你不敢看我？你也有愧疚的时候吗？那些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过去了？一句过去了，你就能把我对你所有的感情都算清吗？为了你，我活活把我的娘亲给气死了。而你呢？跟我好了3个月，就带着别的女人回来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对我说，你只爱我一个人，把我捧得飞上了天，然后又把我打入地狱。你叫我情何以堪？我什么时候把你打入地狱了？我对你实在不错。不错，不错又有什么用？我是女人，我需要的是感情，我只需要你的爱而已。这是我无法给你的。对，因为你给了水灵光。对，我是给了她。我告诉你，她是我最爱的女人，而且是我最后一个女人，那又怎么了？我爱了你这么多年，你都丝毫没有感觉，却爱上了一个才认识没有几天的小丫头。所以我恨你，我也恨水灵光。我说最后一次，她是我最后一个女人，而且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。我为了她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我的命。
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会杀你！杀了我吧！如果你杀了我，能把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你就杀死我吧。为什么你就不能爱我呢？一定是那个小妖精勾引了你，我要杀了他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去伤害水灵光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不要走！姐姐，我真想这辈子都不要理你，可谁要你是我的亲妹妹呢？在我的心中，我千百次的恨你，可我又千百次的原谅你。谁让你是我的亲妹妹？如果当初你要肯听母亲和我的话，你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姐姐，我对不起娘，我也对不起你。好了，不要再想过去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从今以后，你我姐妹好好的相处，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好不好？姐姐。我以后听你的话。哥哥，我真的要嫁给别人了。我在希望你好好对待朱总。我这辈子只嫁给你一个人。易家兄妹在吗？盛大哥，还有钱大河、孙小娇夫妻俩。孙姐姐，孙姐姐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？还说呢，我们先找到你家，你们兄妹俩都不在，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你们上这儿来了。哎呀，盛大哥，你们远道而来，小弟真是喜出望外呀。贤弟，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这几位家客？我一激动就忘了。来，这位是皇冠剑客钱大河，旁边这位是……这个漂亮的姐姐就是毕业剑客孙小娇。这个是我们大哥。啊，想必这位就是五彩剑客之首，人称江湖第一快剑的紫心剑客盛屯孝盛大侠吧？过奖了，不过虚名罢了。盛大哥，找我兄妹有要事吗？不错，愚兄这次召集五彩剑客是有事相求，希望今日前来没有打扰主人办喜事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各位有事，我就先进去看看怎么样了。大哥，说吧。是这样，听闻寒风堡主冷一风想做五福盟主，而且还请来了高手撑腰，我娘跟他翻脸，互相起了争执，所以还请各位帮忙
以助声势，以免我娘有危险。那姓冷的老头野心倒不小，他有什么能耐做盟主，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。他今日做了五福盟主，来日只怕就要做武林盟主了。所以加盟这件事，还请各位帮忙才是。大哥，放心吧，你一句话，小弟在所不辞。为兄感激不尽。不过现在可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兄妹必定会随大哥前去助阵，不过今日3位得留下来喝杯喜酒才行。哦，贤弟大喜了吗？不管谁的大喜，我们先喝了喜酒再说。来呀，我们进去吧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新郎官。原来是你。你们认识我吗？那天在小小少林寺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你们把我未婚妻绑起来了。多谢了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那我们也算是促成了一段良缘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你可知我是谁？这位是盛家庄园盛存孝。看来你的记性也不那么好啊。盛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正经？盛大侠，是小弟对不住你。小弟当年年少气盛，干了不少荒唐事，希望得到盛大侠的原谅。不知你抢了多少人家的媳妇儿，现在自己又娶了媳妇儿，就不怕别人抢吗？小弟认识到当年干下了不少的荒唐事，所以希望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算了，希望你真的改过，从此好好做人，从一而终。大哥的话，小弟一定记住。好了好了，大家有什么恩怨都放下，开开心心的办场喜事。叶帝之子的婚事可不能冷冷清清的。哼，好，贤弟说的不错，吉时快到了，咱们入席吧。我去请新娘子出来。明儿妹妹，你快点，吉时快到了。姐姐，你先不要进来，在门口等我一下。妹妹，那你快点啊。
带上。一会儿啊，你一定把朱大哥迷得神魂颠倒的。来，新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。大哥，你还不快过去？大家注意了，新人要行礼了。一拜天地。没想到这个小妞倒是越来越漂亮了。不许看，你看那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你不许看。二拜祖宗。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水灵光。三拜。不许拜！盛大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先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了，为什么还要破坏我的好事呢？不是先前的恩怨。盛大侠，若是与大齐门的恩怨，改日在下定当奉陪。只是今日不要破坏诸兄的好事。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谁敢动盛大哥一根毫毛，就先问问我钱大河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大家坐下来说清楚，何必伤了感情呢？他坏了我的婚事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朱兄，听小弟一言，盛大哥从来做事不会如此冲动，他这样做必定是有苦衷的。大家何不静心，听他好好说说？你就说个清楚吧。盛大哥，你今日如此做法，必有原因，是不是？那何不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？这其中的秘密，在家说了实在是伤心。可如果不说，朱大侠和水姑娘定会抱憾终生。既然如此，如盛大侠肯说，我们感激不尽。在下先说个故事给你们听。我自幼酷爱习武，可惜资质平平，总是达不到家母的要求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娘亲失望，我就练起了断绝神功。后来我娘知道了此事，立刻阻止我练功，并且给我娶了媳妇儿。可我练那功已经不能。盛大哥，不用多说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娘亲仍然不死心，又断断续续的给我娶了2个媳妇儿，可结果都是一样。在娶第3个的时候，有一天大齐们突然来袭击我们，混战中，我妻子失去了踪影。我万分焦急地四处寻找，我找到一片桃花林，为什么？
我又到了桃花林，那个男人已经不见。柔儿，小哥，我对不起你。这件事之后，我再也没提过。谁知道？哎呀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少爷，少奶奶是有喜吧？夏儿，你老实告诉娘，柔松肚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你们可知我那妻子是谁？莫非就是我娘？不错，正是。大哥，你的妻子是水姑娘的娘亲，那她的父亲是那桃花林里的男人吗？不错，那是一个世间的高手。我在年少的时候曾经见过他一面，所以那天一见我就认出他来了。我娘，她亲口告诉我，我父亲是铁青坚。不是，那男人不是姓铁的。但是这与水姑娘和朱大哥的婚事有何关系呢？难道你说的那个世间高手是？不错，就是朱大侠的父亲叶帝。你们两个人是亲生的兄妹，所以万万不能成亲。你说的都是谎话，你说谎话来骗我，对不对？我何必拿自己的丑事来骗你，去骗我呢？大哥，你不要伤害他。朱兄，你叫我大哥，你叫我大哥。今天是我和我亲妹妹成亲的好日子，我跟我亲妹妹成亲了，多可惜！实在太可笑了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这是你的报应。谁？给我滚出来！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，看来你气得不轻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刚刚看了一场这世上最好笑的婚礼，亲兄妹竟然想成亲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你知道你最爱的人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，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感想？来来来，说给我听听。少讥讽我，小心我要你的命！你杀了我又能怎么样？有本事你杀你爹去！你今天这个悲剧，全是你爹给你造成的，你跟我凶什么？你杀呀！你没那本事，你敢娶你的亲妹妹，可你不敢杀你爹。杀呀！你今天杀了我，能看到你这副汪的样子，我就是死了也没遗憾。朱枣，你是个懦夫，你是个懦夫！
娘，公子得罪了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娘，真儿，你已经破了大周天阵。娘，我一眼就看出这个阵的阵眼就在那个天使的身上，只要破了他一个人，其余的就不足为惧了。太好了，看来你已经掌握了长春岛武功的精髓。多谢娘夸奖。看来是时候了。是什么时候了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五福和大奇门的恩怨吗？娘，你终于告诉我了，快说。你先别急，我先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啊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来吧。把他带上来。是。放开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怎么是你？原来是你。真儿，今天把你们两个人带来，就是想让你们把大奇门和五福的恩怨做个了断。好，我早就想算清楚这笔恩怨了。好小子，你不要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。你说，我们霹雳堂到底欠着你们大奇门什么？哼，你们，哼，怎么样？说不上来了吧？禀告之后，山下来了一个叫海大少的人，非要冲上来，现在正和守卫的姐妹们打起来了。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。哎，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兄弟啊！哎，这事儿跟我兄弟没有任何关系啊！你放心，他们不会杀他的。喂！你们这帮死丫头，现在绑也让你们绑了，赶快去带我见我朋友。走。走。喂，海兄弟，放开我！你来干什么，兄弟？喂，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海大少啊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那天看你被他们绑了，我一着急想把你给救出来，我就跟着过来了。这帮臭娘们挺厉害，把我也给绑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你真是的！哎，我说，今天是霹雳堂与大奇门之间的恩怨，与我的兄弟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夫也不想连累任何朋友，我请你们手下留情，放了他吧。难得你有这么重情重义的朋友，松绑。哼，这位兄弟不许插手。哎，兄弟，今天是老夫的事儿，老夫自己解决，我在旁边看着就好了。哎，云正，你说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解决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霹雳堂欠着你大奇门什么，老夫我随你怎么处置，绝不还手。那你说说，我们大奇门又欠你们霹雳堂什么？只要你们说得出来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老夫也说不出来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看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打了这么多年。哎，不知道。老夫我自从娘胎里出来，我爹就跟我说，跟大奇门有仇。正儿，你看你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打个你死我活。看样子有必要把事情给你们讲清楚。
这个故事说起来话就长了。当年云铁2位大英雄，杀尽7魔、9怪、18寇，在江湖上名传万里。追随大齐门的人不胜枚数，也包括五福、姓盛、姓冷、姓司徒、姓黑、姓白的仙人。孩子给我拿来！拿来！我爱我的孩子！允夫人姓朱，铁夫人姓风。风夫人生性柔弱，再加上身体不好，受不了这个打击，终于忧郁而终。朱夫人就比较坚强，而且还有一身好的武功。被丈夫抛弃之后，她来到了长春岛，建立了这个门派。而长春岛则专门收留那些被大齐门遗弃的女人。那之后呢？你不要急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凤夫人死后，她的弟弟为了给姐姐报仇，就找了五福的人，让他们知道，虽然受了大齐门的恩惠，但是这2位夫人对五福更好。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姐姐和朱夫人给你们的，他们给你们钱开牧场，建立寒风堡，还有镖局。如今我姐姐死了，都是姓云、姓铁2位老匹夫造成的。今天我要你们踏平大齐门，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！踏平大齐门！踏平大齐门！踏平大齐门！一个被乱枪扎死，一个被刀钉死。从此大齐门的人被赶到了塞外，云铁2家的后人继承了他们先人的血脉，顽强不屈，一有机会就到中原去寻仇。我们铁血大齐门要血洗五福联盟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五福的人本来是打不过大齐门的，但是
每次在大秦门寻仇的时候，封家的人都在紧要关头去帮助五福的人，以至于到了今天，大秦门的仇都没有报，而两边的人只记得自己的仇恨，却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子孙说清楚，以至于到了你们这一代，还不知道为什么打得你死我活。原来是这样。现在，你们知道你们之间的恩怨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？那你们就自行了断。说吧，要怎么解决？我的祖先没有错，他们受夫人的恩惠，知恩图报，乃是有情有义之举。他们是有情有义，可是也不应该杀害我的祖辈啊！难道这也算是君子所为吗？哼！可他们抛弃夫人在先，难道又能称得上是君子吗？他们抛弃他们的妻子，那是自己家的事情，与你们这些外人有什么关系？哼！惩罚这些无情无义之人是替天行道，人人可为。你放屁！你只是给你们这些小人行为找借口罢了。你说谁是小人啊？喂，你说谁是小人？喂，嗨兄弟，你干嘛老拦着我呀？息怒，我要好好教育这个小兔崽子！喂，这些小兔崽子，你才是个臭老头呢！你说什么？臭老头，别打了！住手！都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哼！本来你们两家的恩怨与我无关，但我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公道。好，海兄，你说。你的祖先不仁不义在先，他抛弃妻子，所以引起江湖那么大的风波。其实是他们错在先。正是。哎，别人家的事关你们什么事啊？你们用那么卑鄙的手段去对付别人，那是你们的不对。听到没有？还是海大少说的好听。喂！既然大家都有不是，啊，嘿嘿，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古语有云：“这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”你们再这样斗下去，有意义吗？啊？啊？还需要打下去吗？既然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打得你死我活，那么我就给你们一整天的时间，让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到底为什么在打。如果明天还是想不通，还要打得你死我活，那我绝不插手。